灰、深灰，然后绿色、杏色，对。然后它尺寸可以穿到2XL，对，然后弹性超级好，对，它的布料有那个弹性的，就是有点哦，它很弹，对。然后它的版型是有一点那个叫什么 A 字吗 ？A 字休闲裤的感觉，我们客人很喜欢的。对，然后我们都有做反小男友裤，围男友裤的对，感围男友裤的感觉。对，这边是宽的，就是不勒，对，然后又修饰腿型，对，很修饰腿型。然后这边有口袋，一样2个口袋，三个，后面一个口袋。对，然后前面的话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做这样子车线的感觉，这边对这边，然后中线有中线，有个那个普派的普，哦普派的普，好 OK。然后你看它真的很弹你看。对，超弹，所以你就是弯啊、膝盖啊都不会不舒服，都很弹很。